一个挂光捡目镜、衫裤卡涂粉的老人坐伫路边。下过河面的是一座浮桥，车仔、拖拉库甲男男女女含囡仔拢伫过桥。路仔拖的车由士兵斗杀练仔骨，为桥顶豆豆仔爬行上好花。拖拉库到过涂骹，直直向前去。庄脚人抹了因骹目的涂粉，辛苦向前行。毋过，迄个老人坐伫遐无振动，伊忝甲无法度搁行向前。我的任务是过来桥即头探查，找出敌人已经到倒位。我已经完成工课，搭转来到桥顶。即时已经无介济车仔，嘛真少步练的人。毋过，迄个老人犹搁伫遐。你为倒位来的？我问伊。为San Carlos来的。伊面笑笑讲，遐是伊的故乡，所以讲到迄，伊就欢喜，伊就微笑。我原本伫看过头西啊。伊解说讲，哦，我应一声，无介了解伊的意思。是啦。伊讲，我留落来，你知也好，看过头西。我时常要离开San Carlos西人。伊看起来无像故样的，嘛无像饲牛甲饲猪遐的。我看伊个涂粉的乌衫，伊朴实优雅的面，伊的光孔目镜。问讲啥款的头生？各种的头生。伊讲搁哪摇头？我不得已离开，甲饮料店车。我当地上位即个桥，甲埃布罗河海口的三角洲边洋，即个若像埃弗里卡的原始的自然景致。毋知搁偌久才会看到敌人。我嘛一直伫听看头一个声音，枪声也是炮声。迄就是啥拢掠袂准，啥物时阵要来车拼的信号。也迄个老人犹搁坐伫遐。因是啥款的头生？我问。拢总有三种头生。伊解说。有2只山羊，1只猫仔，犹阁有4对粉鸟。你不得已甲因放杀后，我问。是啦，因为阮遮的雨大炮店着，分队长赶叫我着走，因为会方便。恁厝里敢无啥物人？我若问，若看桥顶远远的迄边，遐有几台车仔当地为豪华的架顶紧紧行落来。无。伊讲。简单我拄则讲的遮的头生啊，猫仔当然袂有代志，猫仔会晓照顾家己。毋过我毋知其他遮的会安怎。倒边甲正边两边，你挺倒一边？我问。我无咧插政治。伊讲。我已经76岁啊，我搭已经行12起了，我想我搭无法度搁行。这毋是休困的好所在。我讲，你若会当搁行，伫我向倒多萨的路遐会有拖拉库。我要搁等一下，到时我才搁行。伊搁问讲，拖拉库飞去倒位？往巴塞罗那去向。我甲讲。去向我无熟悉的人。伊讲。毋过多谢你，互你真努力。伊茫茫闪闪看我，了后阁讲，敢若是定着爱甲伊的烦恼讲互别人听。猫仔无问题，我真确定毋免为猫仔来烦恼。如果其他遮的，搭你想讲其他遮的要安怎？哎呀，因反正嘛会无代志的啦。你安尼想俗？若毋安尼想呢？我若讲。若看向远远的河花，遐已经无车啊。毋过因为有大炮要来点，我方叫着爱紧走。因若伫大炮要点的时阵，要安怎才好？你敢有甲粉鸟篮的门窗拍互开？我问。有啦。若安尼，因会家己飞走？是啦，因会飞走。毋过其他的。同好是莫去想其他的。我劝伊，
你若休困好势啊，我买来去啊，徛起来，搭行行试看觅仔。多谢你。伊讲了，就徛起来，摇摇摆摆，然后煞倒落坐伫土粉里。我原本伫看过头生，伊共讲，毋过毋是讲互我听，我原本伫看过头生，我嘛无依法啊。迄天是搁偌济，法师顺当地向下晡落予我来，迄是乌阴天，天色阴谱，乌云大顶，因的飞灵机无起飞，而且猫仔拢知影安怎照顾家己。安尼讲起来，迄个老人算讲是诚好运啊。